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亚洲棒球锦标赛昨暝开幕战，嘛是台北大巨蛋的第一战，是中华队甲韩国相对定。目前效力美全两队的投手，这位梁之子徐若曦主投7局，敢若用77球标出着10届的三振，无失分，表现是非常的赞。打击的部分嘛有发挥，第3局、第4局靠着连续的安打摕下4分，就以4-0完封打败韩国，中华队摕下历史性的精彩胜利。挥棒，比赛结束。 美国讲真想要赢韩国，因为中华队的高手保卫主场伫台北大巨蛋启用的头一场正式的比赛，以4-0打败强敌韩国。第一赛大巨蛋的历史性的第一球，徐若曦投出快速球，而且是一个挥棒落空，这个球呢要先留下来。中华队派出王牌投手徐若曦挂水先发，投出大巨蛋历史性的第一粒好球。再来看这个梁之子收拾韩国的选手。 插棒被捕，这是一个3振出局。徐若曦承办国家队头一摆表现接近完美，主投7局，干那用77球，干那互攻出2支安打，有10张楼梯，无失分。那攻势就看队长带头冲。这球打得算扎实，打得算扎实，打得是很扎实，打在墙板上，形成了一支长打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要翻越大墙。 哦，被全垒打大墙给挡下来的一支2垒安打。第3局下半局，南莫先用2垒安打展开攻势，区地停嘛补一个安打，中华队攻占1-3垒，这个时阵来自业余合口的陈浩允用1击写历史。打了一个弹跳球，好要跑本垒，他放掉了，陈浩允送回南莫为中华队先得1分，这嘛是台北大巨蛋史上头1分的打点。中华队攻势也未停，阿辉林胜辉各补一个安打，拍入第2分，连续安打后中华队1局就灌入3分，奠定胜机。这场台湾的打线总共攻出10支安打，得到4分，其中林胜辉上高个人就贡献3支安打的猛打赏。最后第8局甲第9局，中华队又搁派出台湾之宝孙奕磊上场关门，韩国打线同款被压制，无力反攻。最后中华队就以4-0完封打败韩国，伫台北大巨蛋开幕启用的历史时刻，攻出精彩的胜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